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5年7月7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73节到80节，耶利米书第8章第4节到13节，使徒行传19章28节到41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罪与罚。罪与罚是随行的两件事情，有罪就必有罚。就法治国家制度的角度来看，罚的前提就是因为有罪。有人说，耶稣跟那一个被带到他面前那一位犯奸淫的妇女，那个妇女呢是无罪的，但事实上那一个妇女呢是有罪的，因为耶稣基督曾经告诉他说：“我不定你的罪，别再犯罪了。”在中文的翻译里面，我们看不出两个字的差别，但是在英文的翻译当中是这样写的哈 ：“Then neither do I condemn you," Jesus declared. "Go now and live your life of sin." 在KJV 的翻译的字句是说 "Sin no more." 所以耶稣基督是告诉他说：“我不定你的处罚惩处，但别再犯罪了。因为有罪，所以他却没有受到处罚。在信仰上面，我们这个称为赦免之恩，但是罪必须有罚。所以耶利米先知也说到人犯罪应当要反悔，要走错路，应该要回头。在耶利米书第8章第4节到13节，先知他这样说道：上主吩咐我向他子民这样说：人跌倒了，不想再站起来；人迷了路，不想回头吗？我的子民啊，你们为什么背叛到底，一去不还呢？你们紧抓住偶像，不肯回到我这里来。我细心的听，可是你们不说出心底话。没有人为自己的恶行忏悔，没有人自省我究竟做错了什么事。每一个人都一意孤行，好像战马朝着战场奔驰。连鹳鸟都知道季候，定期飞回来，斑鸠、燕子、白鹤也都随季节迁移。但是我的子民啊，你们竟不懂得我的法则，你们怎么能够自夸聪明，明白我的法律呢？其实法律被诡诈的经学教师修改了，你们的聪明人蒙羞，惊慌失措，他们拒绝了我的话，还有什么智慧可言呢？所以我要把他们的妻子给别人，把田地也交给新主人。他们不论地位高低，都贪图不义之财，连先知和祭司也都欺诈人民。他们看我的子民创伤为不足轻重，他们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其实问题严重。他们做了这可恶的事，理当支持，可是他们不支持，不脸红，所以他们要跟别人一样跌倒。我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一蹶不振。我上主这样宣布了：我要集结我的子民，像收获农作物，但他们像葡萄树不结果子，像无花果树不结果实，连叶子都枯干了。所以我容许外国人来占据他们的土地。在圣经当中，罪的观念是因为人在跟随上帝，却无法明白上帝的目标，无法射中红心。这种信仰称为罪。外邦人更不用说了，他们可能因为不认识上帝而不走在上帝的道路，也可能不愿意听先知的劝导，
或者为所欲为的拒绝上帝的恩典。以弗所地方的人就是如此，他们不愿意接受保罗所带来的改变。事实上是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失。使徒行传19章28节到41节记载道，群众一听见这些话就狂怒起来，大嚷说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女神多么的伟大。于是骚动蔓延全城，报名抓住跟保罗同行的2个马其顿人该犹和亚里达古，一起冲进戏院里去。保罗想走在群众的前面，但是门徒不让他前去。还有亚细亚省的几位领袖是保罗的朋友，也派人去劝阻保罗，叫他别冒险进到戏院里去。这时候整个会场乱哄哄的，有人喊这个，有人喊那个，多数的人不晓得他们聚在那里是在干什么的。犹太人把亚历山大推向前，有些人以为这件事情该由他负责，于是亚历山大做了个手势，要发言向群众分诉。可是当大家认出他是犹太人，就一起呼喊以弗所人的雅底米女神多么伟大呀！这一直呼喊了2个钟头。最后城里的书记官把群众安抚下来，他说，以弗所人啊，谁都不知道以弗所城是守护大雅底米女神庙和那块从天上降下来的圣石的。既然没有人否认这些事，你们就应该安静下来，不可以鲁莽的行动。你们把这些人带到这里来，可是他们并没有盗取庙中的东西，也没有亵渎我们的女神。如果迪米特和他的同业要控告什么人，自有规定在开庭的日子和听讼的官长，他们可以对质。如果有其他的事，也可以在合法的会议当中解决。像今天的暴动，我们难免要被追究责任的。这一切的纷扰是不对的，我们自己也说不出有什么理由来。说了这些话，他就把群众聚会解散了。诗篇119篇73节到80节。你创造我，保守我，求你赐给我理解力，能学习你的法律。敬畏你的人看见我就欢喜，因为我信赖你的话。上主啊，我知道你的审判公正，你责罚我，因为你信实。求你照着你对仆人的许诺，用你不变的爱安慰我。求你怜悯我，使我存活，因为我以你的法律为乐。愿那些诬告我的狂傲的人蒙羞，至于我，我要慎思你的训诲。愿那些敬畏你的人归向我，认识你律法的人顺从我。愿我一心一意遵守你的诫命，使我不至于失败蒙羞。感谢上帝透过圣经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是软弱，是有罪的，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靠主得胜，将我们的眼目来归向着上帝，成为忠心良善又有管理教会恩赐的人。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